南市政府甲红石公益基金会伫南区的日新国小来打造一间食育的实验室，正式来启用了。要建立着学生食好、捌食、安全食这种食食的观念。 台南市南区日新国小、嘉义区仁爱国小结合参前5分钟的概念，举行食育实验室食用机的启用仪式，好学童食了好，也要食过食了的安全。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专科教室，那我想它可以让学生有更多元的一个实作体验。 业者表示讲，儿童食食的重视，唔那只是为了好食甲平衡尔，同时嘛会注重美育、智育甲德育的培养，透过各种经验培养囡仔健全的身心甲丰富的人生。日新国小校长徐俊雄表示讲，所来会规划6年健康食食的课程，亲自食育的应对，加志工粮食课程，将健康食食的观念推广到社区。 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